万难为。不中用。应该安怎讲？安怎下无路用。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释义没有用，不中用。例阿桑啊，迄个无路用人，干那会晓伫牛条内搭牛尾领领。阿三那个没有用的人，只会在自己家欺负家人，对外却完全不敢吭声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